17号。 幽灵的人来了，我们保护您，马上撤退。不要管我，马上销毁所有文件。是。如光，赶快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不，写完我们一起走。好。 看看那边，我来。他们马上到前门了，再不走会来不及了。你们先从后门撤吧，我们会坚持到你们转到安全地带。如光，写完了吗？还没有。 这份名单太重要了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等我们安全撤离之后，我再写给你吧。好，快走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，枪战发生在北区五宝路附近。保护好陈科长，走！ 怎么样？去后边看看。
你们赶紧走。你跟来明带陈科长走，我拖着他们。林丹在我这儿，他不会杀我的。没时间了，走啊！走。快走！还行吗？陈科长受伤了。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？正在调查。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。你有证据吗？现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。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丰身上，放在名单上。我再说一遍，要活的。是。你的手表呢？我说你的手表。哦。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？哎，早不是了。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。是吗？是。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？这仔细看，还是不太一样。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，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。是，属下牢记。什么属下？我现在还没有复职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。
你一定要好好记住他，凶手一会儿不要跟他一模一样。孩子，来，这是被大火烧的，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。陆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快点清除沙湖附近的叛徒。这个叛徒不能死，原因我跟你说过，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。我知道，坦然面对，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。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。现在闪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，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。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，钢琴师。钢琴师？据我们的情报，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。钢琴师是他的代号，他已经到了上海。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。据说，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。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，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。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。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。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，要么突破困境，要么一起沉下去。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你的父亲。如果可以，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。你说。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。我会向组织申请的。谢谢。这消息准不准？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？哎，早不是了，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。
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。我需要你的坦诚。你不了解我吗？我以为我了解，但后来发现，也许我错了。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，但其实离得很远。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我。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，为什么却没开枪？我跟你一样疑惑。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，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？也许是。如果你想留下来，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。等蓝莓醒了，我就走。陆峰，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。好。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是您的宗旨。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枫和佛手的绝佳时机。您为什么不问责我？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凉子的一举一动，转移了我的视线。基于这种信任关系，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。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。山田凉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。这个人代号冈崎市，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，人已经在上海了。可连山田凉子都不知道他是谁。现在可以确定，山田凉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之死，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。现在我把底全交给你了。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枫手里，抓住陆枫，我们就有了筹码。方大哥，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。直接说正题吧。五宝路11号的几位同志，全都牺牲了。他们都是英雄，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，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。关于安宁，如实的向组织汇报。那繁星计划名单，名单在我脑子里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。找个合适的时间，我会写出来。关于钢琴师，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，包括木西河，也从未提及过。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，而且隐藏得很深。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，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。
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。好，我会尽快调查清楚。还有，要尽快的安排陆丰离开上海。我还不能离开上海。陆丰，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，军统特高科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。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。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。不仅仅是她，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。能走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，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。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这次侥幸逃脱，他们一定会起疑心的。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，但是他暗中与木樨河较量，需要我替他打探木樨河的调查进展。木樨河也在利用我，与上官相互制衡。所以说，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木樨河十分危险，上官又深不可测，你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反省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，能否粉碎这个阴谋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保护好陆丰的安全。将来粉碎反省计划，他是最佳人选。能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？目前还不是。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，需要我们慢慢引导。找远航确认过了，这个就是出厂原件，方立人确实有问题。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，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、吃饭、睡觉，甚至说梦话的内容，都要写在报告里。是。处长，您怎么了？陆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。对你影响大吗？致命。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丰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。有消息随时报告，你去吧。还有事吗？华香玉不见了，我怕他又去找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和陆丰有关系，确切的说，是和华香玉有关系。什么？木樨河让我彻底调查华香玉。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，华香玉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华香玉身份不明。陆丰，你这几天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？我们这行，是不是除了自己，谁都不能相信？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，信仰一致的人，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。你和我父亲为什么加入共产党？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。
我还是不明白，闪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，为什么18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？这个叛徒叫闪官，就是想快点清除杀我父亲的叛徒。这个叛徒不能死，原因我跟你说过。将軍、ご報告があります。なんだ。反省計画のリストは漏れ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。確かか。確証はありませんが、しかし鑑真氏に直に報告すればいい。ピアニストについて私の意見を述べたいです。彼は今回の行動は合わないです。リストの追跡は私は自ら引き受けますから、ご検討ください。鑑真氏に対する不敬は軍部を疑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だ。今の君の考えを撤回するよう忠告しておく。はい。鑑真氏の命令に従うんだ。彼を疑ってはならん。はい。反省計画は軍部が長年にわたって心血を注いできた。全ての戦局の勝敗を左右する。ルーフォンを始末し、名簿を取り戻せ。鑑真氏の一切の命令に従え。はい。如果你是卧底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是说，假如我是闪官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找个替罪羊，撇清自己的嫌疑。那只能把自己陷进去。你不了解闪官，他的做法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果我们再不行动的话，恐怕是夜长梦多。上次关押闪官，已经招来了很多闲话。这次我会找到证据。他在调查打开手铐的那个手表调针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局长，我可以接受调查。他查你，实际是指向我。花向宇查得怎么样？花向宇问题很大，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。是吗？是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最好的。先生，你要点餐吗？你们家最好的牛排。几分熟？1分熟。
我是繁星计划的联络人，黄旭日。我是钢琴师。陆枫和陈汉明在一起，名单可能已经泄露。如果名单已经泄露，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。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，说明什么？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。抓紧时间调查清楚，安全起见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，在重新唤醒之前，不许有任何活动。是。内鬼是花向宇。花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，在日本生活了3年，7岁被送往美国，但情报显示，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。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。花向宇和山田凉子有交集吗？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凉子的父亲坂野次人。这就对了。山田凉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，既让人质回到敌营，还可以把陆枫除掉。这才是山田凉子。另外，幽灵现在很安静，没任何行动，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。利用好这个时机，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一网打尽？水至清则无鱼。没有幽灵，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让幽灵和中共先斗着，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。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。明白。陆枫，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？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，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，已经发霉了。我想留在你身边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不用骗我，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。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，你是中共的卧底。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。我相信过，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。你呢？你是幽灵的人，为什么来这儿？不要说是为了我。让我留下，你很痛苦吗？我想听你说实话。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坦诚相对。我不会伤害你，包括你身边的朋友。我只想留在你身边，跟你在一起，跟任务无关。你去哪儿？给蓝莓买纱布。有一点我不能确定，我
不确定现在的华香宇是否知情。从资料上看，他4岁离开中国，被送往日本，是孤儿院选送的。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，已经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。他现在身份是什么？木须河的特工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。要不要庆祝他？今晚8点半，向阳之一店。你说，陆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？我已经挖得很深了，应该不是。那陆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？不好说。如果陆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，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？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。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丰。我不能让这2个人死。你说说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大胆的说，没关系。我认为到今天为止，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。什么事？有没有可能陆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？按照军统的规矩，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，一定会做加密保护。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，加密了吗？进来。陈科长，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，我们马上转移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，我担心不安全。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？只是感觉不好。是因为花向宇？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。我能看出来，花向宇非常爱你，你也非常爱他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如果花向宇是危险的，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。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，从来都是身不由己。所以，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，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，也会迫不得已。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，你帮我拿回来。拿回来我们就走。好。